Hello，喺第3日我哋去咗龍崗區嘅龍崗兒童公園，喺嗰度都會有行李寄存服務，封頂價15到20蚊人仔。公園入邊有好多餐廳，玩一陣食嘢再玩完全冇問題啊！公園範圍超級無敵大，公園嘅外圍就係免費嘅公園項目，一共有10個，內圍就係收費嘅機動遊戲，總共有20個。淡季去嘅時候，就算得一個乘客，佢哋都會照樣開海盜船㗎，好爽啊！由入口嘅右手邊順住條路行，就會見到第一個免費公園。第一個公園比較適合幼稚園學生，但係放心啦，其餘9個公園一定 surprise 到你哋㗎。好快玩完第一個公園之後呢，我哋就去咗第2個公園啦。途中會見到一啲連鎖嘅食店，例如喜茶、老碗妹等等。途中會見到公園嘅內圍嘅機動遊戲，呢個乘風破浪睇落好好玩啊！幫大家 check 咗啦，49蚊人仔一個，12歲以下要家長陪同，所以要俾2個人錢嘅。由第一個公園行5分鐘就會去到第2個公園。呢個公園睇落去有誠意得多啊，有4種爬法，中間嗰2個睇落去唔簡單㗎。呢個公園比較適合幼稚園去到初小學生，但係大家一定要謹記，千祈要淡季去，唔好同其他人逼啊！好，我哋繼續去第3個公園進發。呢嚿旋轉香港西營盤公園都有啊！呢啲狗單車仔要俾錢玩，我都唔知咩玩法。呢個公園夏天嘅時候呢，係一個大水池嚟嘅，俾小朋友玩下水降下溫。但夏天嘅時候呢度又熱又曬，所以秋冬過嚟係最好㗎。好，話咁快，我哋去到第4個公園啦。其實我哋兜咗路走啊，應該喺第3個公園嗰度有一條電梯可以直上，跟住就可以順住落去咁玩啦。就咁呢個公園都可以玩30分鐘。呢度適合小學生到初中生，不如帶大家入去望下。有小吊橋啦。其實我都有一齊玩，我都覺得幾好玩。呢啲小吊橋可以練習平衡，又有繩網啦，手腳並用咁樣爬上去，運動量都好大㗎。之後又有另一款吊橋，其實來來去去都係嗰啲嘢。望落去公園好大，呢一 set 都係第4個公園入邊㗎。我係咁要玩埋呢個上滑梯，就盡快去第5個公園啦。